有诶，你会去加嘛？你若有讲啥物会得失啊？想要摕掉，你后事后拢会使甲我讲，无要紧，嘿，这是无问题。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。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，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、风俗民情，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，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。工商服务时间，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。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、导演、美术设计、创作歌手、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。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，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，拢会使甲因直接。联络方式都写伫咧说明区，互你做参考。摇啊摇，摇啊摇，船只摇到干豆桥，干豆妈来到摇，上豆的会晓爱人惜。摇啊摇，摇啊摇，大桥过好有几尺，鸳鸯嘛也得遐，无暝无日顾家着。摇啊摇，摇啊摇，白龙是打平安桥，亲娘嘛骗婴仔，婴仔吃饱戆戆笑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迪。
咱今日伫外口的录音室来录音，因为今日有共款，我的即个共同主持人，我的雪红姊今日就无适合刷动伊的金卡玉波啦吼，伊较金鸡玉叶，所以就今日我来台北来找朋友开讲录音。今日咱的来宾是最近拄出一本新册，即个我随你尽量的即个王昭华先生，甲大家拍一招好，好无？阿德你好，各位阿德的听友大家好。你好，惊讲有的朋友反正也阁无遐熟悉着先生这边吼，你会使小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无？我姓王昭华，王昭君的小妹。我嘛，你上好介绍着。较早拢会讲王昭君去合欢啦，我留守中华，即摆大家拢无爱即个中华，所以我你话留守台湾，我嘛袂来台湾王昭丸啊。啥？我就是一个我写台语的啦。台语看是要写词、写歌，还是写文章？我做会到的，我引会到的头路，就会识头，就做一个自由工作者安尼。你知影我想要条讲要请你自我介绍无？因为我甲讲向要介绍家己，你做啥讲袂出来，伤复杂啊咯。因为其实即个昭华先生是做过代志足侪啦，吼，包含即个作曲啦，家己其实你嘛出过唱片。迄一片歌喉，但我有听过内容哈，包含嘛其实你简单讲就是台文书写啦吼，只要有法度用台文书写来展现的即个形式，其实拢有啦，包含你讲出册写文章，包含作词啦，吼等等这各种各样应该拢有嘛。我看你其实还有一寡合作的作品对无？对，就是反正就是甲台语有关的啦，比如讲台语古文啊，还是讲台语写一寡物件，你想会到的，阮若做会到，就会当合作。差不多即个产业捌会到的拢捌着。无我无配音，但是你有录音吗？嘛是有啊，吼。所以因为昭华先生最近出一本册，迄时我有买来看吼，看讲实在是真趣味吼，包含内底一寡遮的用词啦，或者是我嘛真好奇讲有一寡看完册看了的一寡疑问啦，或者是想要甲你讨论的代志，所以想讲趁即个机会邀请你来做伙开讲一下安尼。真荣幸。唔通来讲，是你人真好讲，我甲你邀请，你就真阿萨，你就甲我答应安尼。拄我一逝工，因为下晡有迄个新书发表会。大家听到讯息已经袂赴啊。哦。但反细日啦，我阁有啦，大家会使去找一个吼，无共款的即个，因为即段时间应该拢宣传期啦，我伫想吼，真侪即寡邀请啦，或者是可能有真侪即个分享会啦，等的，才有实体活动。大家若有兴趣吼，你就家己去网络顶下小找一个，其实加减拢看会到。咱当然。既然为着即本册找你来吼，我当然先开讲一下即本册吼。你内底主要是拢是即个散文嘛，拢讲散文。散文这内容当初是安那产生的？这毋是大部分毋是当先写好就发表的嘛，对无？有一部分是差不多头前迄10几篇、19篇。是。嘛无到19，就是有一两篇是后来。我2006年发我迄张专辑的时阵，就另外搁开一个 blog。迄当阵就因为爱有一个搭家己活动的所在嘛。甲歌友会当有交流啊。起码上实行的就是 blog。即摆拢经无。写 blog 是为着甲歌友互动。对，就是互。就讲你爱有存在感啊。若是伊搭的人做，就是一寡咱讲社群平台共款意思。对，伊即摆可能咱即摆可能少年伊就是有 IG 啊，有啥我迄当阵是有迄个，我来较合作花店照日啦，就为遐开始一篇，若有想着要写就写安尼。所以我毋是讲要做作家有一个。计巴结逐工写安尼人，毋是，就是讲，今仔有看到啥物，感觉会当甲大家分享，我就写起来安尼。拄开始做其实是为着甲
听歌的人甲歌迷互动，或者是甲搁较侪人互动，互大家知影讲啊，我过来伫倒也有一寡无共款的代志，无共款的作品，无共款的实体活动安尼。哎，对。但是我看你大部分内底诚侪，就是以这首落来讲，其实诚侪拢是生活即个散文的记录，你用散文的形式甲写落来。啊，因为阮都爱写。我们一直写，要写讲有啥物活动嘛，毋知要甲大家讲啥呢？迄活动，迄是插伫内底，三不五时对，有出现安尼，因为咱毋是介活跳的人，啊，平常时其实是拢伫淡水咧乱说安尼尔，所以若主要是要写散文啊，主要是要写家己感觉趣味、心色的代志。我知就是甲电视台共款哇，正戏遐个戏剧啦，也是综艺节目内底，大家看迄其实为着是要卖广告，对，要工商服务。我写这个散文其实是为着要甲你讲，我后壁当时迄款感觉就对啊。但是你怎讲到这个 blog 啊，花店就是到后来敢若都我找无啊。对，找无啊。毋过最近有朋友讲有找着，啊，我还未去研究，所以毋知影。对，就是乐多迄当阵就停起来啊。对。啊，我有甲遐个文章拢掠落来。但是你无个另外找一个所在个点开。无伤忝嘛，互我刷收伤忝嘛，我感觉袂堪得啊。所以遐个文字算讲拢伫我的电脑内底。啊，一直到迄个九哥摇过的时阵，我就想讲好，啊无我就甲整理摕出来编出来整理你的啦。变做今仔日这本册啊，但是后壁迄第20篇是我定写的。虽然讲迄内底有2个主题、2个题材是当年我嘛有写过，像景尾溪迄啊个佫对一个去啊，反正有2个主题是我较早部落格有写过啊，佫捡起来做夹一个较大篇的啊，这个就是我近2年写的啊。因为拄仔你讲到即个上淡，你一定拢漂淡水还是淡水？你顶下是漂淡水啦。对，我漂淡水，因为就是互伊文原音啦。实际上在地人是安那在地人无安尼讲，但是你甲看迄个淡水即个所在地名，自较早人咧标的是 TAMSUI 淡水。伊敢是毋是甲平埔族人的即个语言有关系？有听讲即款讲法啦。我是无研究呢，嘿，我无研究。咱就依照你册内底讲。对，因为阮高屏溪是下淡水溪嘛，对。啊，其实在地人就讲啊，迄大溪安尼尔。嘿，我过去其实都嘛有。讲到过即个像宜兰的南洋溪，宜兰上大号叫做南洋溪，较早号做露水溪。大家一下露水溪就讲，露水溪毋是你上。我坐火车经过有看到牌子，有看到一个牌啊，有影着。阮就讨论过即个代志，包含当时是安那安尼改。迄时我就定定记咧讲，台湾佫另外一条溪嘛是安尼吼，就是淡水河加即个啊，你号做下淡水是毋是？对，下淡水下淡水，啊，这个是就是后来高屏溪，当初是你做一寡行政区的重新分配时阵，因为名伤哇，后来讲啊，大家来即个，算讲即个抽签抽口啊啦，看上要保留你家己的名，你来抽，咱就知影上抽书，迄就记即个例啦。所以我对即个高屏溪即个下淡水的名嘛特别有印象啊，你讲真趣味。这嘛是拄好我想要问你的问题，是讲，我一直袂记先甲你讲者，就讲我。原则上互大家了解腔口的差别，所以我家己宜兰腔我是保留讲互大家听啦。或者你若听一寡较奇怪，是听袂关系的词，听反应袂过来，你会使甲我讲。腔口我嘛是即本册有有声册，伊挂伫迄个镜好听，镜好听吼啊。咧录的时阵啊，我对我家己无特别要求啦。所以像讲水源鸡。阮讲鸡仔路嘛，阮会讲鸡仔路，但是淡水因的腔口是鸡。因是淡化腔，因是因是鸡，清水鸡，所以我有诶就有改，有诶家己有伫家着，我就有用因遐诶腔口。毋过大部分可能嘛是有真侪拢是鸡安尼。我理解，因为咱家己。你本身的腔嘛是较瓦匠腔嘛，对，所以咱家己读有当时要用着像淡化腔，咱莫讲老泉腔迄款，敢若淡化腔都已经讲甲诚艰苦。
爱学，真侪甲咱的即个口音嘛无共款，像你当时讲你爱学对无？但是我讲我就讲爱学，爱学，我伫第7条，这又搁甲南北部的即个声调有阮遐讲话较重。啊，迄个乌甲学的音嘛无啥共款吼，就是即个差别真趣味。因为你这两档，其实你讲即个上淡水往事对忆，其实是这两，就是后尾内底上尾一篇嘛，是这两档来写的嘛。啊，当然这题目其实是对应着即个李国明。已经往生啊嘛，即个下淡水往事对忆，即个毋管你讲下淡水啦，下淡水毋管吼，暂且就是当个高屏溪嘛，拄则有提起过。其实离你较早你较早是住潮州，对无？差不多20分钟的即个车程都到啊。迄是开车哦。对，塞车是车程，毋是行路。其实我感觉到我较密切的是。地图是标东港溪啦，但是阮遐的人讲，阮迄段是讲靠过寮溪，所以这是一条溪。是高屏溪分出来的嘛？毋是，是另外嘿，所以伊是东边迄港，阮是东边迄港东港，有影啊！那高屏溪安尼出，因是出海口，因的海口真活，譬如讲你即马第17线。应该是嘛，甲临园的时阵，你要过双园大桥，你过双园大桥就先过高屏溪口，佮过来，佮会过迄个，就是乌龙有人拢乌龙派出所遐，迄个新园乌龙5房啊，迄搭遐佫一个溪口，迄就是东港溪，过迄个东港溪就东港镇。你个东港镇是毋是咱讲即个？屏东3年一考验对，上有名应该是即个物件。因为我有去看过，去查过即个资料，就讲即个李国明伊写的即篇即个下淡水往事对忆，其实是差不多9页尔。对。但是你一写出来，你的名是用伊的名来做即个参考嘛？吼，做上淡水往事对忆是113页。因为我感觉讲，伊若搁继续画咧，一定会写足济。嘿，有即个感觉，足可惜。即篇我真好奇是讲，即篇即个下淡水往事对忆，就是李国明先生写的即篇，对你的影响是啥？互你会想讲，我这两档要写为着即本册，我想讲重新搁写一篇文章的时阵，用即个名来写。你头前写的其实拢是淡水的故事嘛，对。但虽然即篇嘛是淡水的故事，但是你去对应的说是高屏溪迄个是，就是讲即个下淡水往事对忆即篇文章。是名的对应因为。当年迄篇文章互我影响，就是讲，我感觉会当有一种写历史的散文，写历史的散文，互人真好安尼豆啊看入去，伊就毋是一个论文嘛，因为咱真侪台湾史的论文，真侪研究，但是我感觉迄个散文的部分可能是较无够，伫迄当阵啊，所以我就介希望讲有即类的散文，有当写即个单纯的历史的物件吼，较是较硬硬扁，报袂落。而且我想讲要爱有个人的观点，伊毋是遐尼大会去处理即个资料，是迄个资料拢已经有消化过啊，佮有家己的行搭安尼。就你重新搁去理解即个历史的物件，重新去书写安尼。所以你当时才开始用即个台文来书写，敢有啥物代志是互你下即个弯啊？是下即个弯，就是讲雄诶。大学参加台语文社就安尼啊。对，但是是安那你会想要去参加台语文社？因为阮伫屏东就是拢讲台语啊，阮爸爸妈妈嘛是拢讲台语啊。你是咱其实毋知影讲台语有文字即件代志对无？其实台语有文字即件代志，互我的迄个冲击佫袂遐大，是有罗马字即个代志冲击较大。你讲显然是叫倒菜机来，毋是，就是你看起来跟规篇袂输英文诶，但是教会部迄款，但是迄读入去拢总是台语啊。是啊，这是我迄当阵的头脑我想袂到诶，超出我的想象。
这是你入去到台语文社时阵才知影。对，对，但是你当初是安那？只是因为你生活中本地就拢讲台语，所以来到台北了，想讲无去参加台语文社，至少互我有台语通讲。无咧，我甲你讲，迄摆的人啦，你人听到你参加台语文社，人的反应是讲台语哪会得去学？对啊，讲这人怪咖，所以一定我相信迄个时阵也有这款想法，所以我毋知足好奇讲，所以你迄个环境内底，你是安那？一开始去参加，一开始听到林强唱向前行，迄是现场。啊，伊是即个新生的即个暗会啊啥？对，啊，所以迄种虽然讲伫迄进前就捌听过掠公歌，迄掠公歌阮几乎逐工拢咧放的吼，啊。但是迄个因为是radio有出来，还是讲音响出来，你毋是现场，你袂遐感受无共啊。嘿，感受无共，啊，佮加上讲向前行迄条歌，甲阮即种会讲起哩的心情，就大，会有讲着，会有点着，对啊，所以就会计先拍开一个窗仔门吼，你会感觉讲，有空气啊，原来台语歌。会当安尼写，所以家己就想讲，安尼我嘛来写看卖。林强的迄个向前行，确实是我相信对真侪人伫迄个时代听到这条歌，产生真侪无共款的影响，包含之前我其实捌做过一集是伫讲即个。电脑写的即个倒退路，一个向前行，一个倒退路嘛。你讲克林嘿克林嘛的即个倒退路，迄时我有伫做伊的即个歌词的解剖，就是每一句逐句提出来留，就讲是安那，这是安尼写后壁意义是啥物吼？包含讲即个较西，因为其实伊甲真侪包含看蒙歌的即款的概念放入去内底，然后真侪民俗啦，或者是大家毋知影其实后壁意义是啥物即款诶，即歌词摕来做分析。我原来有做一条。迄今仔无查来无得，等互你放。倒退路啊，对啊，迄当阵咧把面吴玉生的时阵写，是你家己的版本。对。好，你若有电子档你会知吗？我来，迄个时候来放互咱的听友听，应该会真趣味。迄条较好笑，迄条。你若有电子档，你甲传互我。有吧。好，因为向前行，我感觉讲伊确实包含迄阵克里马伊嘛是因为听到向前行讲，这条歌真有特色，咱来做一个甲伊完全无共款的，所以伊造成的影响其实就大。那对你来讲，就是你听到向前行时，因为你讲你有受到伊真大的影响，包含讲你决定嘛想要家己来创作，家己来写嘛。那实际上影响除了你做这件代志以外，除了方向，包含讲我要写出什么款的歌，或者是我要做出什么款的作品，这部分敢有什么无共款的想法？就是因为，就是我会当写我家己想要写的歌，伊可能就毋是迄种心事，若无讲出来，毋是较台湾开，还是港澳开，这拢不管，就是下阮家己的心声，大概的方向是安尼。所以其实伊互你的影响或者感动，其实我听起来较像是做你家己想要讲的，讲你家己想要讲的话，表现你家己的个性，你家己的生活。因为有的人受到影响是讲，安尼我想要模仿伊，我想要做出像林强的作品安尼。无我无做出，我做袂出像伊迄款的，我敢来到做像我即款的，我就家己去搭架咧，安尼家己唱啊。你就抓到正讲的即个重点，就是做咱家己即款。系啊。我讲这是有的人听到一条可能真受到感动的歌，或者是真喜意的作品，做出来物件是模仿即个人的作品。那其实是真无彩啦，我感觉，所以你都有行出你家己的路，毋才有当下这作品就对啊。但是嘛无大流行啊，是家己知影尔。咱是长流水啦。安尼安慰嘛是会使，甲即摆搁伫遮咧喘气。你即本册内底总共收录我算起来是20篇啦散文吼，当然上尾一篇是即个。上淡水往事对也是较长吼，差不多占4成的分量啦。但是总共这20篇来讲加起来，你内底有上喜倒一篇无？毋管你是长短来讲，上喜意倒一篇哦。上喜意倒一篇。拢家己生的囡仔讲袂出上喜意啥物人咧。毋过
遮诶文章内底唯一一字拢无改诶，就是迄个念阿嬷。你讲改是讲当初是你写诶，甲当重新提对对对，出来，无改嘿嘿。其他你拢小可有修改过？修足侪，修足侪，嘿，修足侪。敢若迄篇完全无，搁另外一个就是167台去气象台迄篇，我无甲迄个爸甲妈收掉，因为阮。迄当阵讲话就是安尼，我理解。嘿，迄嘛无人甲阮纠正啊，是讲台湾纠察队啊，拢无，吼，就随在讲，所以阮会讲安尼妈，安尼爸，我早期诶作品内底有真侪即款情形，尤其迄个爸，吼可能是找无一个较适当诶讲话诶方式，慢慢调，慢慢调整安尼，我尽量啦。无紧，你若要需要收掉，你甲我讲。不要紧，你做你甲讲，我做你甲收，我甲你收掉。袂，我这话讲出去啊，就是讲出去啊。袂啦，我讲目前是安尼，我家己诶态度拢是包含我家己诶共同主持人孙宏志，嘛是一定定妈啦爸啦定滴用，我从来拢无去甲纠正。咱听友嘛人拢诚好，无人甲我看不冷过吼。因我相信因知影讲我家己是有伫控制即件代志。孙宏志诶部分，我讲几十年来，这毋是伊个人诶问题，所以我袂去要求即件代志。甚至讲我嘛无要求讲一定伊爱会晓写台文来创，当伊自然看久开始就会晓啦，知影？但是至少我袂去挑工去甲要求即件代志，我要求我家己就好啦。目前我是安尼做，安尼较好啦。我希望讲，无我是上烦恼讲，我若一直要去纠正即个代志，我可能规集拢免录啊。我歹考虑即个代志，咱咧考虑代志较济。你看双子也听着即集啊咧。嘿，无紧，我有甲叫我师弟好无，捌甲讲过，讲这物件其实是无，但是我袂强迫你一定爱改，就是我希望是你自然自在，因为伊参加伊伫录节目时阵是完全毋知我当工要讲啥，拢是人甲现场我讲啥，伊现场反应，所以我袂去要求伊。若规工你想讲我即句话遮爱摕掉，遐爱注意伊拢免讲话啊。所以我袂要求伊即件代志，我有录节目诶需要，即较特别。你咱有讲着讲有一个包含即个167吼气象台对无？佫有另外一篇，你讲是你讲无改嘿，你是念阿嬷。嘿，你有会使找一段来，因为我知影你有做录音诶版本嘛，咱互大家偏芳一下，叫大家去听完全诶即个录音版本，好无？你有搭一篇，你家己较想要一段，你想要念一下无？读一下。无你点好无？因为对我来讲就歹讲诶。我点吼。对啊，你读过，你会好记诶，还是讲你想要听诶？好，安尼我想要经。因为我家己，我问你讲，你上介意搭一篇，当然我家己一定嘛，我家己特别特别意外诶，讲即篇我真介意，就是即个主题，我感觉真趣味诶，所以我想要经我找一个下关梅。阮会唱下关梅，你嘛是下关梅嘛？下关，嘿，你甲我讲唱下关梅，因为啥那讲我会特别介意即篇是，我家己正一个头路，其实是伫咧传统市场内底，阮听友嘛拢知影，就是看传统市场，所以传统市场内底真趣味是，你入去到传统市场了，你会发觉讲，咱讲节贵，或者是节日，伫咧这内底看甲上清楚，什么时阵爱出什么物件，你闻到什么香味，最近涨的香味就开始出来啊！虽然讲今年有轮过，但是嘛，大家嘛是差不多时间要到啊。开始我就看到四界拢长叶啊，开始伫做这涨的香味就开始出来啊。恁遐是竹叶啊，还是鸡头？竹叶啊，嘿，北部长的款。我伫想，你可能食袂惯势，我毋知你遮济当来伫咧淡水，你敢食会惯势北部长？我家己若伫外口毋捌咧食长，嘿，所以拢敢若食厝内。拢阮阿母会拜托阮对面的包，拢寄互你。对。恁嘛是南部长嘛？对，阮是食月头叶的。咱即个长的代志吼，北部长、南部长的代志，咱暂时就无搁继续讨论咧。无我惊我若物无说。我想要知影恁宜兰是要选北部选南部？宜兰绝对是北部长啊！是哦，我讲实在，我食袂惯是迄个用沙迄款的，看无一粒一粒点啊。当北部
我甲你讲吼，这个代志啊，莫阁继续啊，莫阁继续。我主要是因为当点到为止无，先伊讲甲咱听友相争啊。就是我其实是要讲。第一传统市场内底会使看遮侪物件，尤其像你若普渡的时阵，像即款即个米菇鸡吼，像阮遐米菇鸡就是米菇鸡，米菇鸡像即款拜拜的物件啦，米菇啦、粿啦啥，就即个时阵全部拢会出来。无共时间，你就看到菜无共款的物件出来卖。当然内底有一寡物件是阮遮无，因为每一个所在其实因拜拜的物件无啥共款。像阮遮像你遮写芡仔粿啦、米钱，其实这阮就较少。我嘛是去到台北才看到，毋过后来因为知影了后，我去到高雄，发现有呢。阮遐原来有一间我有去买芳的店，伊有咧做。但其实包含像阮家己传统市场嘛，真侪会愈来愈少啊。因为你讲现代社会真侪人是无伫拜遮的物件。对啊。系啊，像这有诶像佛手，我毋知恁。佛手我知影。嘿，普渡的时阵，阮都会有即个物件。那过去其实伊嘛是用米做的为主嘛，但你当看到足侪拢是用芳，就是米粉做。对啊，像阮遐模仿嘛是啊。嘿，就变成伤烘冷啊，佛手本地散散啊，屁水，用米粉做就烘冷啊。佛手迄可能米落粉，嘿，就较大颗一撮，迄个感觉就佫无共款啊。我讲迄个时代变化，所以你看这像遮写红菇啦、米钱啦，然后你讲红菇毋是红菇粿哦，你就特别去写即个物件，确实阮细汉时拢看会到，就讲即个物件真，我讲真趣味啦。安尼我经即夜好无？即个下元楣，我毋知大家知影无？就是一般咱讲以台湾的民间信仰来讲啦，咱莫讲是毋是道教的，以民间信仰来讲。天顶天公上大嘛吼，天公是玉皇大帝，但是有当时嘛有诶信仰会甲即个三界公当作是上大诶。那你若是规个体系内底吼，以台湾整体即个传说体系内底来讲，就是玉皇大帝过来三界公。那三界公就是咱讲三官大帝，有诶人厝内是有即个用彩即个灯吼，也挂迄个灯，伊就有分天公灯，还是三界公灯，甲伊的色有关系。看伊是用黄色还是用红色的，佫有差别。三界公就是讲天官、地官、水官嘛。那天官拄好就是正月15，所以咱就是即个元宵节真侪活动。你内底嘛写着讲即个天公生的时阵是即个有元宵节，大家拼关公拼活动。那当然你嘛有即个地官大帝吼，佫是中元的时阵吼，7月半，这嘛正大家拢较清楚的时阵。但是确实像你讲，顶月你册内底有讲到即个下元节，也就是即个水官大帝的圣诞千秋，大家都较毋知影。然后我这是足趣味的代志，所以你看即段是我足好耍的，所以想讲即段就来请你来甲阮读一个，大概伫。我看吼，甲下元真稀微即边即段好无？为遮开始安尼，正月初九正月初九就是天公生，大家知影无？正月初九的天公生的天公是玉皇大帝，白讲的天公生的天公应该是三界公，道教的三官大帝，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天官的生日旧历正月15是上元，地官的生日旧历7月半是中元。因的生日毋知敢嘛有人讲是天公生。旧历10月15下元，新历已经11月中，秋天要到上深了，早暗加介凉冷。我自来毋知伫即个时有下元即个节，毋知有一位水官嘛是天公。是专门咧管水，佫会替人消灾解厄。上元有公家办的元宵灯会拼关公，中元有各大卖场为普渡拼经济，下元真稀微啊，拢犹无人插。来多谢焦华先生哈。我讲真趣味啦，就是散文其实是一款真特别的文体吼，像真正伫咧方面，即个美清先生嘛是共款伫看即个台语现代小说选，嘛是第一篇的一款的文章，拢是毋管是小说还是散文，即款较第一篇的物件，伫内底要
要放入你家己的意识，其实是一直要去斟酌思考要安怎书写，看起来敢若是日常生活，比如讲你内底真侪拢写的，可能是你行伫街仔路，你看到一个阿伯啊，譬如这边伊伫款一寡粿啦，想伫用3更半暝还是透早伫用这物件是创啥吼，就好奇去甲伊开讲一下吼，拍一招好小酒问一下呢，所以就这看起来是日常生活，但是这日常生活来要用文字的方式来甲表达的，而且你是用台文的方式来表达，当然咱伫开讲对话时，反正你甲伊开讲嘛是用台语，但是真正写落来迄是另外一回事。你要去铺排，要安怎去这篇无介长的文章内底，要去写出你想要表达的感受，你的环境讲你行伫路的感受是啥？剩一拍火伫遐啊，你遮黄甘，是毋是安尼读吼？我印象中是安尼吼。我家己咧读，因为我咧看你的散文的时候，我嘛是会甲读出来。我讲读出来，这真正有即个感觉。但是我读出来腔就会无共款。你介好啊！你会当，你应该毋是安尼讲哦。你会当录一个宜兰腔。我一直会讲黄甘的。我想应该是无啥可能，即个时阵会出现即个腔个对。哦，毋管是当地即个淡水人的腔，口会食即个腔，应该拢袂读黄个对。但我无细字，我都是读出来安尼。我讲这是真好耍的代志。然后你当然你家己的作品做遮侪物件，包含你咱一直咧讲的即个散文吼。因为2011年的时阵，即个台湾文学奖台语散文类得主就是你的即个作品吼，《爱爸叫某》，对无吼？这一段时间啊，包含2017年有即个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吼，作品有无对无？做有无就是即个大佛 plus 吼，大佛 plus 的即个片尾曲的作词。嘛是你嘛，我若无记毋对，包含你当有讲到2006年你发行这个台语的家己的创作的专辑，做你读做1还是读做1？拢会使。你无固定就对啊。我无。看心情就对啊。其实你的作品遮济，就像咱当一开始开头时，我调讲互你自我介绍，你就发觉讲，我雄毋煞毋知要安怎来介绍我家己做过偌济代志吼。后来我嘛有甲接你的话，我嘛讲，其实这所有的本质对我来讲，看起来拢共款，其实拢甲台文书写有关系。但除了台文书写以外，你认为讲这物件敢有一寡什么共同性？以及讲做这个作品的时阵吼，因为有歌曲啦、有作词啦，吼嘛有即个散文啦、文章，又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无你伫创作的过程当中，我家己感觉，我拢干那要写家己认为重要的。嘿，所以就安尼。这个老爸我一定会留着。所以我至少我大概会使理解讲，对你来讲是我写我想要表达的。对。这是伊所有的即个咱种无共款形式的作品的即个共同性，伊的本质共款，就像咱拄则嘛讲到林共的向前行，你听完了后，等到你想的是，我嘛想要做我家己会使做的歌，我家己做会出来，我家己的个性的歌，对啊，像即款感觉。那但是偏我讲，我要讲出我家己想要讲的代志，写伫咧散文内底，甲写伫咧歌词内底，甲做一条歌曲，其实无完全共款。我感觉散文足自由的。散文对来讲是上自由的。嘿，对，上自由的，因为你也毋免去编故事啊，你若小说你就爱去编嘛。爱去想。是，你爱铺排这几个对，爱去编故事就对啊。你若词，迄要求阁愈悬，就是啥物音袂当。袂使有抖音的问题。阁即个曲适合伫啥物？即个曲适合伫啥物内容？阁遐个韵卡，阁出来的，反正我感觉迄是一个几率足细的精神活动。几率足细什么意思？就是要会当下诗，要会当安尼，就是伊会当伊的限制足大的啦。伊的限制足大，所以迄对头脑的损害是足大。我感觉写提一块词，我会当。我可能毋知先写几篇散文。对，会当安尼讲，你着一直伫遐听迄个 melody 啊，可能听有100遍。
感觉讲敢若即个，那我来形容，我可能照你讲话讲散文，敢若是甲身边的朋友开讲，我今日拄着一个什么代志，我有什么款的想法？就是我会当自在讲话，嘿，毋免去想讲爱七字，爱倒句，吼，爱安怎样拢毋免。但是你若是做歌词，就是遮物件，就拢爱考虑在内，可能就变成，可能敢若演讲共款来做，就得准备啦。我安尼讲会使无？对我对象是啥？你若小说，你就是爱即个头有甲人写着无？啊，即个旋律有做了故事有好歹，但散文就是我想要讲啥就讲啥。对啊，反正你莫看着做你啊，我要讲啥我就讲啥，所以我就感觉散文就若像讲出去外口一支烟，安尼点咧吼，啊，伫遐咧食薰咧吹风。咧纳凉，迄个感觉，我家己是无食薰啦，毋过我家己设定的感觉是安尼。你设想当中，你头壳来15岁，徛伫个淡水河边遐食薰，毋捌食过薰，你想讲家己咧食薰安尼？脑补家己脑补。会啦，时间差不多，咱先互即个焦华先生伫咧头壳内底先食一下薰，困一下。嘿，薰伫头壳内底食就好啦，好啦，感谢呢。好，咱歇困一下，咱要赶快转来。拜请你，淡水河吃冰花，806甲大屯山，山顶出水泉，山边福州灵骨塔，山脚好土巴，看送本事大，去甲土地公壁扭来插。乡的亲的路。你石门北海岸，富贵角顶塔，第一山区上边啊，玉电厂做隔壁，受着敢袂惊，18王公真冷舍，有求必应，才有几条命。小小是肉粽，上青是海产，圆圆的是铁蛋，四角的鸭脖鸡，规包是鱼酥，咱袂见拜旺旺。是假路，学做家着爱穿，做人着爱拼，出来拼才有命。比做是番鸭，7月半鸭配零景，规只芳风者，家己人煞无地境。拜请，阮即区啊，选着吴玉生迄个毋正经，讲伊急先锋，有影无影，有影着喊3声。无影。我是王家华，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，台语话故事。咱做伙来听故事，讲台语，算文化，捌台湾。那安尼，咱就继续听落去。安公啊，对啊，阮啊有交代呀，叫咱迄日尾毋通乌白来呀。碰啊，伊着碰啊，爸啊，我着爸免 BMW 是假啊，一代啊。草埔啊，跑马，草啊青青，草埔啊路上草啊挂旗。有咱的公民是爱行动，无咱的公民是记在人不拢，拢伊着拢过桥。小钱哟，现怎来你嘛电视机哟？现怎来电视把面较开去哟？行伊着行过桥，宪法一双双甲伊写，遥控下斗的第2阶段，13趴咱继续拼。安公对民意代表袂当凊彩。行，咱着行，咱着送伊过桥哦。草埔啊跑马，草啊青青，草埔啊路上草啊挂旗。
烧钱哦，现怎来你嘛连输去哦，现怎来连输把要较规气哦，行咱着行行行行行，咱着做伙送伊过桥。好，咱继续转来吼，咱顶半段最后拢伫讲即个甲册本身有关系的代志，然后包含册内容啦，或者是你伫创作的过程拄着的问题啦，但是整体来讲，因为当初是你决定要受到真侪影响哦，决定要做即个台文书写了，一个书写的过程当中，敢捌拄过什么上大的困难无？因为咱知影讲台文字系统是你嘛有讲，你入去即个台语文写了，才知影讲原来有罗马字的系统，但你主要搭用的是汉字的系统，但你嘛知影讲，敢若讲汉字到底什么音用什么字哦，这都完美了啊！这确实是现实的问题啦吼，包含讲到底要用罗马字还是用汉字嘛，是另外一款的讨论。像这个问题，你家己伫咧使用这个文字系统的时阵，你敢有拄着什么较为难的代志？我感觉拢无困难。上困难的是当开始，就是真正要写台语的时阵，迄个你的头壳、甲手、甲心内的声音，要会当一致。文言一致就对啊。就是你有一个音嘛，有一个音啊，你要甲迄个音写出来，你要甲选一个字安尼写出来，啊，要写安尼一直写落去，迄当开始足困难的，计先念袂麻。是因为字甲你的音之间，你还阁无遐熟手，啊个艺术的艺，就是你要表达的迄个艺。所以这是上当开始大学迄个阶段，要写介困难。所以当开始拢干那会当写较简单的，可能歌我感觉上简单啊。是，诗啦、歌啦这款的，所以迄个就是为迄种物件开始。若用字的部分，我是无感觉有特别困难啊，就看人安那用咱对。咱若无要改去溪课吼，无要下迄个心力去溪课，要一定爱有啥物爱，因为大家拢讲家己是我的才是正班，我的才是溪课过的，我的才是正式的字。迄我无法度，啊，就对。我感觉即个部分我是拢干那对尔啊。后来教育部有公布嘛，啊，佮有进前伫无台落进前是托鲁巴。我不落过迄当阵是托鲁巴，托鲁巴是啥？一个拼音，另外一个伫台落进前的一个拼音系统，是你搜寻迄个 TLPA 托鲁巴，就有伊网络写了介清楚。啊，迄当阵反正我拢是对啦，因为我的重点是要写家己的物件，啊，即个表达的符合系统的。对时行就好啊，我家己袂遐坚持，所以我感觉我即摆嘛是安尼一个态度，大部分拢是汉字嘛，啊，除了讲若假使讲汉字无法度表达的，我着用罗马字，啊，汉字内底大部分拢是迄个教育部公布的，虽然有的字我实在嘛无介意，但是嘛对咧用，啊，毋过有几字。譬如讲，迄个清气淡淡，有一般因拢写 TAM 吼，还是讲一个口字边啊，一个盐淡淡。但是我实在感觉，对我心内来讲，迄个淡淡，我着甲即两个符合拢袂合。我着问我的朋友恒春诶，伊着甲我讲，伊会写迄个3点水一个心，我知。等下对。啊，伊阁有找出一个啥物反切的音就对。伊有一个根基就对。讲我毋是黑白乱写。好，啊，我讲好，安尼我介意即个字，我就用即个字。所以其实我即个头前的部分吼，拢有罗光成老师看过吼，啊，所以我嘛有甲讲
几个我家己无照伊的建议，还是讲无照教育部的部分，是无介济啦。大部分拢是照教育，所以若假使讲你是有真积极要考认证的朋友，可能对你较歹势吼。这内底有的字，比如讲，若台湾的台地名，台南、台北的台，迄应该是写较复杂的迄个台。因为我着拢无甲分。全部拢是用较简单的即个台，我紧轻松到。但是无，我感觉像我逐个拢足紧张诶。你若莫写，你像公文可能有要求啦，我若你写公文有要求，但是你若咱会害人去用扣分啊，人若要考认证诶，对啊。咱就先甲大家提醒一下。但是我是袂爱考试，我嘛毋敢考试诶人，所以我甲考试是无共系统诶。我嘛无去考过试咧。我嘛无。因为我其实嘛有一寡共款诶概念，就是讲有诶词或者有诶字，对我来讲，我写出来。我家己会感觉研究啦，吼，因为每一个人诶使用方式有伊诶理由，那对啊，像讲一个先生伊就甲我讲，迄个有够歹歹，迄字伊真正用袂落去。我即摆看到你遮有一个台语有够歹嘛，是，伊讲迄字伊真正用袂落去，就是有即款情形啦。所以我家己诶概念是讲，当然这是每一个人诶需求无共款，我都会认为讲。汉字加罗马字人咧用有伊的好处，你排版点较辛苦，但是咱平常时你使用的时阵，对我来讲是真方便。倒一个字我就是无想要用即个字，我用拼音的用罗马字，反正大家拢看会过，看有，我感觉都会使啊。毋过因为即马台语会发展到一个爱书面标准化，这是有伊的作用啊，所以我嘛是会甲尊重啦，毋过这是我个人的作品，我着有无完全遵照。我个人认为伊的标准化是感觉讲，你爱互伊有一套汉字系统，同时有一套罗马字系统，毋管你今日要用，咱讲白话字或者是当的即个带路拢好啦，我毋管吼，就是今日某一个字汉字，我就是无想要用的时阵，我会使用即个罗马字来斗。也无妨，我感觉若是安尼，就伊迄个包容性会使较大。我真正常常拢会感觉，我已经伫即条路啊，比如讲我30年啊，我会感觉，莫搁教我咧伫遐咧讲用字的部分，我最想要去谈其他内容啊，吼，还是啥物，就是应该会当搁踏一步出去啊，吼，啊无我拢常常感觉，叫伫遐。拢一直说袂出来，咱为即步拄到的拢是问共款的问题嘛，嘿。咱为即步加打出去一丝啊，好啊，就是你伫咧 Facebook 顶管捌摕去过，佫较硬斗，比这较硬斗，我甲你讲。因为你伫 Facebook 顶管其实捌摕去过，比如讲对校订一寡字数，共款一个数，这都毋是字本身要用什么字的问题，是对即个数的解说，咱有无共见解？这是语感，是，这是语感啊！我感觉语感是因为台语语感是即马上界，就大家袂晓讲嘛，语感的迄个。变款变质嘛是上严重的，是，所以你的语感已经剩，尤其少年的人，可能伊语感已经剩，讲我去编这个字典编校但是比如讲安那我就对，伊无迄个生活背景去判断，是，伊写的是毋是对的？有下的无啦？有下书有下无？我可能要先甲咱听友解说一下，我到底是讲啥？你看我写风讲，你知影什么意思？但是我惊大家听友会无啥啥是讲啥。简单讲就是有一寡词吼，我家己嘛定拄着即个问题。有一寡词你若去看校订的解说。比如伊写甲足严重的。对，我先讲，我因为我可能是因为阿铁看到我进前的一波啦吼，就是我有记3个咧，我去演讲的时阵，为着要讲语感即个代志，甲学生讲的，一个是迄个船过水无痕，是，一个是木木秀，一个是啥呀？我煞想袂记得。伊迄木木秀吼，咱咧讲木木秀啊，其实是有淡薄仔咧安尼，对啦。你就是伫遐咧修吼修啊，但是伊的解说足严重的，就是你咧挣扎，你在挣扎奋斗，挣扎呢，我感觉迄
甲咱一般咧讲人木木秀的时阵，无啥共款的，嘿。我会去比较讲，日本时代的代志大书店，伊的解说是安那，伊的解说就较中性嘛，就是一个人伫遐咧秀，秀袂到位安尼咧秀，吼，伊并无甲你即个秀的动作，甲你加一寡意思伫遐，加讲哦，他在挣扎，痛苦的挣扎安尼。比如讲木木秀，有当时因为。共款一个词，甚至讲伫无共区域，伊的即个意义嘛，小可会无共款。对啊，像我嘛咧无秀啊，但是我就袂感觉我是咧足痛苦咧挣扎。有当时阮伫讲即个做规半步拢白了工，我嘛讲规工伫无秀，嘛无啥物结果吼。所以伊的用法有当时足济，咱你甲固定伫一项，而且是足严重的方式的时阵。佮有迄个船过水无痕啊，船过水无痕，伊的解说是。忘恩负义，因为用中文来解说嘛，忘恩负义，我想讲哦，船过水无痕，直接跳去到忘恩负义，安尼敢会伤过严重？对啊，因为就是安尼，台语有当时讲一个，不管你讲俗谚啊，或者是一个词，伊的意义其实有几落款。你毋是当然咱袂使完全讲伊无，咱讲华语讲忘恩负义的意思袂使完全讲无，但是伊的即个赞助足济。比如讲，伊做成讲，反正真正你背起来就是讲船过水无痕，就是讲你忘阮背伊。所以我感觉上主要就是咱无一部真优秀的书店。你看，迄个台语大书店过来就无啊嘛。对啊。所以因为拢是个人家己咧练功夫的，有迄种家己编的，有学者家己编的迄款的啦吼。但是拢无即种国家的力量，因为咱也无国家嘛吼，就拢袂去注重咱的基本的语文。客语的嘛足歹用的。我毋是干那咱台语的书店。迄个，咱台语的书店个好用的呢，吼。相对来讲。对，啊，所以比较出来啦。对，啊，所以迄实在是，咱应该爱感觉真见效，应该爱尽咱的力去发展即块，就是甲书店、甲私立化拢甲做起来，做甲介完善，咱毋免。我是感觉，若要望政府来做吼，可能食饱去困啊，真正啊，迄太有可能，因为因全部就是要华语化，要英语化。这确实是真大的困扰啦，包含讲在你讲即个书店的问题，我常常嘛是真侪书，其实你日常生活定用，但是伊就是无伫内底，你真正拢是爱颠倒头去编即个台语典。对啊，而且介侪书吼，伊拢。解说了无清无楚啊！你比做安尼少年的，伊嘛无一个较好的工具去学嘛。对，你变手工业，就是靠你个人的经验、甲你的环境、甲语感。但当个人就是无即个物件，所以才需要即个书店啊。像我最近迄上一个节目啊，迄个姊就讲，伊中部人，伊打来高雄读册的时阵，互因班的同学甲讲300，伊等于安尼，反应安尼伫遐反省，家己到底是有啥物？到要300。对，安尼反省3工，因为伫因遐来讲300是足严重的哦，就讲行为不检点啊。但是阮遐就讲300的。嘿啊，我嘛是咧300到300的啦。所以这可能有所在的差。我这个物件无法度互记录落来，是足无彩，最后伊就剩足严重的物件。比如讲也写得足严重。这是台语内底真侪真趣味事，一般其他语言无一定有，但台语内底足侪即款物件。有啦，我感觉原住民嘛足幽默。反正嘛有，我毋知影，这我毋知影。但是我讲这是台语，咱讲定讲台语开，每一个所在，每一个区域，因家己伫使用即个词，甚至共一个字，共一个词，伊个小可无共款的即个精彩，是足趣味的，嘛是一个语言多元，因为是即个在地真正在地的语言，所以伊才有即款的多元性。但即个物件，你若伫咧书店内底，你会无去。所以我是感觉，咱应该爱发展出足有路的书店，就是我来看即个书店，我会感觉学到物件，会感觉足满足的。我感觉这是应该爱去发展的一块，拢想过，我拢毋知甲当时，我真正毋知影，我即世人敢看会着。咱就是做咱家己有法度做啦，像我家己看台语店嘛是安尼。做咱家己做的，咱拢要求家己。无咱是咧交税金是咧创啥？咱红市民是咧红市民啥物啊？就是迄
咱拢想过高义，想过。可是嘛，需要大家提出这款的要求啦。毋过我甲你讲，因为大家拢少啊，因为大家拢惊家己的囝儿是说输人，吼，拢足爱比较的。你若英语写叫，你就足样的会当顶。你若会晓台语，就安尼尔。就是我感觉迄是规个价值观吼，甲无一个自尊，拢毋知影家己的物件原底是伫倒。迄价值观的扭曲啦。嘿，迄你讲，你也无人要插你啊，因为我甲你讲，今仔我若介好野吼，介请赢吼，迄个，反正大家要看到的，就是一个混得很好的就对了。嘿，你若台语有介好转接，吼，介拍，趁介有钱，迄大家就会讲对，产业经济问题确实有够影响啦。影响足大，因为真正人是看钱的，真正是安尼。你的迄个麦克你较活者，无你愈讲会愈多，但是你人做愈累愈离愈远，大家想奇怪啥？愈行愈远，去去倒？我要去变数。想你是要去倒呢？我注意一下麦克因为迄囡仔从细汉就安尼课啊，伊迄英语从细汉就安尼雕啊，华语嘛是啊，歹势啦，我真正会感觉介无聊，但是你会当毋免去质疑我，毋免要伊，毋免去插我，因为阮这无囡仔的人吼，阮无差，但是我真正伫边仔看，我感觉足无聊，人生足无聊，来出世伫即个社会足无聊。其实咱嘛有真侪台语家庭啦，我讲因伫即部分的用心，因介辛苦呢，因介辛苦呢，因足辛苦的呢。对啊，确实是辛苦啦，但是因嘛是，我感觉这是一款社会运动啦。其实因需要开足侪心力去推动这个包含导览啦，啥有台语安尼。台语其实就是爱靠家庭内吼一喙一指。毋过咱规个大环境本来是一个，就是有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本来大环境是安尼，咱的文化基因内底是安尼。迄是一个暴力才造成今仔日即种欠缺，是即种破碎，迄拢无去瞧，逐个敢若就是拢无咧管啊，逐个拢袂去管即个代志，逐工就是考起来，考悬分，考有够悬分无安尼，比业比考少，比业少，就惊有出代志安尼。就即款的成绩制度，其实是会甲。即款的在地或者是家己语言的意识甲绑掉咧，咱无法度发展出即个意识。人香港人讲香港话嘛无安那，对无？嘛要较输人啊。但因当都愈来愈无法度讲香港，咱是先发生的啦，因是当当伫发生的。这确实是我知影会互人愈讲愈会大。但是当然嘛，希望讲咱听友毋是讲要讲咱的听，我相信本来咱节目的听友就是对这方面的意识较悬的啦，所以你甲伊讲到伊可能较无这个问题，因为因都是有这个意识才来听这个节目嘛，因为咱已经是全台语的节目啊。但是凡是有小可有机会加减，会使甲咱这款的意识传出去，我感觉这嘛最重要。因为你讲政府要跟民主政府是安尼，就是大家有这个意识，有这个民众有这个想法时，才是影响到政府去做，所以说更较侪人一直去推塞，才有法度影响到政府去做更较侪代志。遐个政客拢惊无票，所以你爱有这个民众，所以票是咱来决定民主制度的方式嘛，所以咱一定要更较侪人去做伙去推塞这件代志，因才认为讲做这件代志有票啦。我讲这是。既然爱票，咱就是用票的方式去推动这个物件，咱只好去尽量影响到咱家己身边的人，慢慢有这款的意识。是讲你家己伫你的环境内底啊，比方自细汉，你讲你是伫屏东的这个潮州大汉的嘛，甲这个棉花园，讲这个所在，大家拢会爱讲这个代志吼。大学了，你去淡水了，你是去这个有参加这个台语文社吼。那当你是搁搬徙到高雄，对无？对，我你厝的偌远？离你家己本地旧厝啊，伫屏东潮州偌远？坐车40分50分就到啊。我嘛还佫一段路咧。当然，这地理上其实是拢无共款所在啦。我嘛真好奇讲，你家己的生活经验，这几十年来会个观察讲，台语的环境包含讲你过去伫咧潮州，后来
淡水甲高雄这几个所在无共款的差别，还有这侪年落来规个整体台语环境，你家己的看法？找落去啊，我感觉即摆迄囡仔，像讲我伫高雄真罕伫听着囡仔讲台语。高雄嘛是共款，对，共款吼，这拢会当挺好去注意的啦。应该听有。我无确定哦。你只要迄个下课，迄个下班时间，你去迄幼稚园甲看着，一定老师伫遐会化名，啥物人某某某家长来啊。有当时佫拢会有英语的名。迄个若暗时差不多9点外吼，你若看迄种补英语的补习班外口，一定拢有号主伫遐咧等。是，有好惊字，好主好理。对，所以这是，就是目前语言生态的现实。你嘛是干那会当冷冷安尼看遮个代志发生。你伫咧淡水大迄段时间，因迄个环境的台语使用量敢济，还是讲敢若你拄着像路的一寡较有岁人才讲台语咧？一般人佫拢讲台语啦。迄个时阵的环境啊，对，迄当阵像讲阮的头家娘啦，是讲差不多即马应该是比我较济岁50-60、60-70。即缘较早迄当阵应该佫拢是台语，但是若少年的吼，少年学生应该都拢华语啊。若较打来就佫较免讲啊。这几个环境，台湾整体即个台语的环境，你认为讲是佫较差落啊？就对啊。对迄个。但是即几年看起来声势计算袂歹吼，我感觉迄是就若像迄你咧天气控旱的时阵，迄花拢一直开，因为伊计算意识到危机，就一直爆出来。毋过吼，这有一个重点是敢会结籽？开花了爱结籽，甲重点吗？对啊，花开满天芳，结籽正惊人，就是。真正即个代志也是爱一喙一籽安尼，真正落实伫生活内底啦。若迄种做一个活动报告的啊，是讲为着钱来申请做作品啊，迄拢有限，迄拢有限，迄拢运一个尔。对啦，其实伊无法度一直持续延伸落去，继续发展落去就对啊。即种人啊，像讲你决志要食菜。要食菜，所以就是你要讲台语，意思是共款，就是你要改变生活惯势，咱有必须爱有真济愿意改变的。我感觉这个形容就好诶，这个意识，咱一直讲意识这件代志，到底意识的转变是啥物？就是你讲的，落实伫生活当中，就是若像讲，你今仔你想要健康，还是讲你伫宗教上你修行，你想要解脱。决定要食菜，你无爱食肉，你无爱食肉，就像你无爱讲华语啊，你要讲台语安尼。这确实是真大的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伫即个社会真困难的一点就是，你要讲，你要做环保运动，你要做反核运动，甚至你要做啥物平权同志的运动，拢比你做台语运动较简单。较简单，因为语言是一个，毋若牵涉到你个人，语言是你甲对方恁的交流交谈。你食菜，你家己食菜就好啊啦。是。别人嘛是食肉。对。而且别人佫会感觉你介有修行。对，但是你讲台语，别人若着。你食菜，别人食肉，无差。便当嘛会讲，有人食菜无？但是你讲台语，别人讲，都无即个问题。别人可能听无，伊就会袂爽，还是讲伊无一定会甲你尊重啊。是。所以这是无共款的。对。下决心这件代志是共款的，但是遭遇到的困难是无共款的。下决心甲迄个修行的迄个道处地啊，就是伊迄个。工课路，伊迄个路程，伊迄个路站是真接近啊。就是讲你要发展到啥物状态，你家己的功力要较低，你会当甲别人好好卖。
因为毋是讲你家己要做国教尔嘛，你总是一个社会的生物啊。对，尤其语言是必须要一直甲人互动对所产生的对物件，所以变成讲即内底困难其实是所以较重的是足困难的啦。毋过我认为讲伊是目前台湾社会上值得做的，上值得做伫人文即块。人文吼，人文你若讲科技这咱毋捌，咱免讲嘛，迄种。但是人文吼，人文科系的少年朋友吼，也是遮的教育界的先进。就是人文即块，我认为这是上值得做的，因为这是咱会当过去补转来。即马若无做，就无啊，无啊，迄个世界该无了。就无趣味啦，因为你著敢若华语尔，你著敢若拢共款尔。就是你家己本地即个所在发展出来的文化对对，你甲像讲原住民嘛是啊，因的语言佫较重要。是，因为伊后壁有因的文化嘛。对啊，这真正是，哎，有当讲的。有当愈讲的心情会受到影响。我已经袂晓啊！你讲我已经麻痹啊！我只要写家己的物件，趁有钱，趁有够家己食，安尼家己留着，莫共迄个，莫共耽误着，安尼就好啊。你家己当然最后我一般拢会问一个问题，我来宾我拢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你家己的观察甲经验来讲，像你当下讲就讲，你讲即几冬敢若台语的即个趋势吼，即个趋势有一寡真特别的发展，敢若甲世界咧开花吼，包含讲你嘛来甲咱节目内底来开讲嘛，所以但是未来啦，咱讲未来，当然咱知影讲有真侪物件、真侪代志爱做，是无毋对。那单纯来讲，咱的对未来的一个想法，你认为讲你会较乐观，或者是较悲观，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？我即马做代志袂因为乐观甲悲观去，我个人啊，袂因为乐观甲悲观去影响，去改变我要做的物件。因为我已经50几啊，阮都毋是20-30岁的时阵啊，对啊。但是若对台湾规个来讲，因为啥咱会开遐济会，是因为有野钱。是。有野钱，就若像讲有讲肥料，还是讲有食啥物特别的药啊，安尼吼。阮家己做节目是开钱，家己开钱就是无，毋是人野钱，阮才有诶哦。嘿啊，咱嘛是家己烧钱去做诶。就是做艺人诶。所以即个钱若假使讲长去，安尼是毋是火阁会继续开？烦恼的是即个问题。对，即个资源若无法度维持，即马啥物拢足歹讲诶啊，就即季了后一季有无？即期了后一期有无？拢毋知啊。是。这甲人共款，人即马你去食一个头路啊。即个案做了，阁有后一个案无嘛毋知，所以拢是毋知。即个毋知，我感觉人的心拢袂定，嘛拢袂有无法度去按算较长的计划。我感觉这对规个台湾的发展是毋好的，即种基本的心。去特别注意就对啊。爱决志啊！爱啥？爱决志。爱决志，爱决志。好，来，我想要最后吼，差不多爱留一撮时间，希望讲你会使宣传一下你的册。但是我想要，我甲你嘛有经一段，因为我有请你读一段你的作品嘛。我想讲，我嘛想要读一段，互你听依兰 Q， 依兰 Q 读你的作品，毋知啥物感觉吼？小可一段，因为即段是即个《上淡水往事追忆》即篇内底，我讲即个词我写了，你写了我真介意，想要。读互你听看觅，我试看觅哦。若伤顶重你就莫见怪。来吼，若是想要看较开咧，电梯到14楼，阁爬一层楼梯，安全门撒开，一旁海风随吹入来，闪一个头鬃那小薄。有听讲别个社区的警话，敢毋是用无若发觉一个查某人去你楼尾顶，拢会真骨力对去你甲人关心。加在，阮社区也无遮周到的服务，无人的楼尾顶上介赞，观音山专心坦倒会当自在，淡水河出海口开，看现现。天气好，敢毋是款的日子，风大阵哭无停，起影那海的稀兰，阁像那宝石刮青旗袍天的亮片，反射日头光死啊死，
天无鸟无云，清气淡淡，吹到真滂的海，海甲天的夹蛇，海平线一瞬明明明。这是我的腔的读法啦。我就怀念我迄个伫淡水看会到的风景。你胆敢要过会去淡水行行？袂呢，我搬落来差不多8冬啊吼，我敢若去过2摆，一摆就是艺术界有代志，录影的时阵，啊，一摆就是即届的前几礼拜的新册发表会安尼。有去到淡水去做就对啊。拢有去到台北，袂讲要专工去到淡水。去到台北，去到淡水，其实还佫差真。都有够远的啊！淡水是较远一撮，我有一段时间。食头路时阵是伫咧台北哦，就是伫即个关渡关渡遐，我就定定会走淡水。大家拢讲哦，淡水有够远的，关渡有够远。就过2站啊，就到。我坐这门去一下就到啊。但我一直拢无想着讲，大部分人拢毋是到关渡的即个出发点来说。对。嘿，确实我以我单来讲，我嘛讲哦，淡水有够远。介远。哎呀，来真远。对，真远吼！来留一撮时间，互江华先生这边来宣传一下你的册，好不好？就是我的册，我随意你尽量吼，因为咱一般是讲你干杯，我干杯你随意嘛。但是淡水因的山顶人甲我讲，因是讲我随意，你尽量。我随意就是我爱干的意思，安尼就无正有够迄个意啦。是无讲出来潜规则吼。这本册内底拢是我的散文吼。九歌出版社有出版，但是阮无附 QR code 互你扫咧随听哦。这真歹势，就是阮有另外卖一鱼2只，伫阮的音档挂伫镜好听，真好听，真好听的有声书吼。就是迄爱另外迄个毋过我家己是认为讲有迄个价值啦，因为咱要听一个较要好好听一个物件。其实就是爱安尼豆豆听嘛吼。上好是看会当用音响放呗。我家己是还无惯势用手机安尼扫吼。看文字去配迄音，也是讲纯粹看文字来读出家己心内的音，像讲着伊着有即个宜兰腔的版本，这拢是真好的一个新的活动。毋过就是爱先外言吼，拢放下家己甲即本册，甲即个所在去哪里食一出菜安尼。我是感觉我即出菜我传了有用心我家己会过心，袂互你食了袂健康。手路菜。所以真希望，我嘛真希望讲伊会当卖了好啦，因为安尼较袂讲咱台语吼台文册拢互看衰安尼。我嘛真希望讲，咱听友你若是有买即本册，你伫看册的时阵，毋是用编的，毋是用看的，你要甲读出来。我讲看台文的册，最重要是你要甲读出来。你迄个台语的语感才会出现，因为当咱伫写这物件，尤其拢是用较白话方式伫写，就是我想啥，我安怎讲话，我就安怎写落来。所以你会使照安尼甲读出来，其实会互你家己的即个语感，还有你去理解即个环境，即个感受是搁较清楚，搁较有法度进入伊即个所写的即个感受内底。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办法啦。我建议的是安尼。好咧，咱今日的时间到，差不多还有啥物想要讲的无？就是希望大家买册，因为吼，我买册，因为吼，坦白讲，咱若300几箍吼，你食一顿吼，这大家该感慨，这真正大家该感慨，也是讲300几箍去买一个三明治该感慨但是爱人买册，也是讲买一个有声册吼，这我就较无把握。我甲恁讲你就是你若看字看伤侪字会忝的吼，头壳会晕会戆的迄款的，你就去买有声册用听的嘛会使，因为即个物件大部分的物件是其实用听嘛是最好的。你若真正想要知影什么字，甲你讨论。而且迄内底有我伴奏，我靠伴，对，加趁一个较专辑的钱共款安尼吼，你就加省一条啊。大家嘛使选择有声册，你若平常看字，你选择有声册，我嘛最好的吼。当然你若愿意看字，家己亲身甲读出来，若买册，我讲实体册或者是我毋知有电子版无？
目前是无呢。目前就是纸本的吼，纸本册，亲身去编，亲身甲读出来。我讲迄读出来感受真正是完全无共款。好了，那咱今日就到这咯，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再会。家。